今仔日是耶诞节，台语版的耶诞歌你敢捌听过？改编歌词的创作者是今仔日作家王金选。伊讲这歌词是20当前写的，有藏伫咧国小教材内底。想要到即马伫咧网络顶悬引起讨论，搁唱起来。欢乐伙人跳台语圣诞歌，这条歌叫做《圣诞老阿伯》，听起来真有过节的气氛。因为网络的关系，伫咧短影音平台有真侪人起赞。但是你敢知影，这条歌已经创作20档啊，连这个放假嘛是20档前做的。这条歌是20年前吼，我本来就伫咧写囡仔歌，拄啊一间南部的公司叫做金平企业公司哈，伊讲因咧做台语的教材，希望会当用西洋的迄个。叫做圣诞歌吼，啊，甲改台语版的看好无？王金选老师讲，这个歌词是伊20档前写的，是写来做台语课本的教材，互小朋友落去唱。无想讲，即马伫咧网络顶有真侪人咧流传，互伊真欢喜，嘛真意歌。较早人传互我的时阵，佮问看我有听过这首无吼？啊，我就拍摄讲这首是我写，我就甲他写到有听过安尼尔。囡仔伫咧台湾过圣诞节，气氛真重要。有国小的老师，逐当除了会放台语版本的圣诞歌以外，佮会用罗马拼音甲学生写卡片，过一个台版的圣诞节。我除了呢，王金选老师的《圣诞老伯》这条歌，我会教因安怎念、安怎唱。啊，我嘛会互囡仔呢做手工，比如讲这张是圣诞树，啊嘛会互囡仔呢用台语写这圣诞节卡片。王金选老师讲，看到囡仔会当拿唱歌、拿学台语，是伊一直以来的梦想。因为较早细汉住伫台中的山区，无啥物娱乐，听歌是伊上珍贵的记忆。这20档来，伊也创作600多条的台语囡仔歌。目前伊也当咧计划出过年过节相关的囡仔歌来陪伴囡仔大汉。记者陈亚轩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